試過俾錢俾多一次錢都唔知咩？我喺展影用香港 Alipay， 明明話失敗，點知扣咗我2次錢，我仲要分別從4個部門去傾香港 Alipay、大陸 Alipay、銀行、展影、玩電話接龍先搞得掂。第一次佢做曲講交易失敗，我第2次先成功，點知睇返銀行記錄，2筆錢都過咗數。原來第一次根本冇失敗，係個 brick 呃咗我。香港 Alipay 話睇唔到數，要轉去大陸嘅 app 之後先發覺扣多咗數。咁展影咧都肯取消交易嘅，大筆錢咧就要去 Alipay 嗰度咧就要去再等銀行嗰邊啦，就要等大約3至7日到咯。之後咧支付寶咧都同我講，原來佢哋有好多客都第一次話唔成功，之後最後尾都係收咗錢嘅。香港人咧就最憎蝕底噶嘛，咁下次咧記得跨境付款咧就要記住，要第一 check 翻銀行個 app 有冇扣多咗錢，第二失敗咗就唔好即刻再試，等多陣間先，大約5分鐘啦。有冇人都試過係咁？留言講下你個慘況，如果覺得有用 ，share 俾用 Alipay 嘅朋友。唔好做下一個苦主啦〜